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福喜类类嘅节目。今日大家来紹介係手工嘅茶具，非常嘅重要哦。大家有發現冇？呢幾年啊，又係講呢20年，大家都動從事手工嘅茶具。用英講，因為咧，你想係洗身啊、洗面啊、洗頭那麼，佢係最直接讓你皮膚直接接觸嘅一種嘅東西，所以大家是會動從事講，直接接觸嘅茶具，佢係咩？一隻天然嘅、動好嘅茶具。今日大家來紹介是係一隻我知道動天然嘅茶具。香港從來介就到底了解到調羹樣嘅故事，佢係乜嘢咧？你嚟分享佢是係一啲精彩手工茶具嘅負責人汪美靜小姐分享。大家好，同歡喜來到客家天師台。我是精彩手工皂坊負責人黃美金。大家好。分享，你係第一擺來到客家天師嗬？係啊。哇，真係冇來真咯，冇來過。冇來過。你係第一擺，唔過希望有下一擺就得來 ，OK？因為你嘅故事真係超有意思。有機會會來。好，今日咧，今日特別邀請到調羹樣來到節目地度咧，所以咧好好咧紹介佢做了新穎嘅手工嘅茶具吼。哇，這個現場按到啊，無腔嘅茶具，真係看起來就清療癒嘅感覺。因為抽碟鴉片嘅淡淡的香味香味哦，就會這樣飄過來，你就會知道東香香。吃到東香，唔過嘅香係清吃嘅天然嘅香你就會吃到心情就變好好，故種然後廣告嘅時節同嘅調羹樣大嘴鼓嘅時節，大家就會知道哇，這個難怪以為講做按用嘅手工嘅茶具，其實是一種很療癒的時間。對，療癒。講到呀，公司採訪，20年有非常多嘅年紀到，大家都懂從事手工嘅茶具。不過公司採訪其實也非常嘅競爭，因為青島人做，因為佢嘅門檻係按高。意思就係講，你要不要做茶具？冇呀，你要不要做茶具？冇呀。唔過你要讓人做出佢嘅特色，也係講你要讓人做出佢嘅品質。那其實也是一個功夫。對。比如說，佢嚟問一下，你簡單的講下，比如你嘅手工皂、你嘅手工嘅茶具嘅特色係乜嘅？那市面上的手工皂呢，大致分為2種，一個是 CP 冷製皂，就是植物油製作的。它製作原理就是很簡單，就是植物油加上鹼液，在低溫下進行攪拌，就是變成肥皂了。就是變茶具它也挺簡單。對我們的植物油就很多種啦，有椰子油、棕櫚油、橄欖油、甜杏仁油、乳油木果，這是我們常常用的油。它每一種油它的特性都不同。對，那洗出來的感覺也不同。那鹼液的部分呢，就是氫氧化鈉加上水，那用一定的比例啊。那水的部分可以用豆漿啊、鮮乳啊、蘆薈啦、魚腥草汁啦，或是很多的午時水汁去取代。對對對，那油跟那個水它相互搭配出來的洗感也不一樣。但是它最珍貴的地方，就是因為我們的植物油，它是製作出來的肥皂，它含天然的甘油。對，那非常的溫和保濕，對肌膚是非常有幫助的。所以我架上的所有皂款都是用 CP 冷製皂，就是植物油製成。對你來講就會最甜嘅、最刺眼嘅，對，沒有任何的化學嘅東西都會滴到。對，我們必須承認啲外國講，比如我們不管係到諾貝買嘅洗頭那麼嘅啊、洗身嘅。用因多多少少都有化學嘅東西。你咁嚟講，韓國你是不是想講？這種嘅東西係講你每一天當你都會大量到自己嘅皮膚嚟夾去，那大家還是會希望講，大家會希望講，係咪做啲自然是好？所以你係基本你調羹樣去帶來嘅茶具，佢非常堅持100%就這樣講，最後是完全係天然嘅，對皮膚係好嘅。咁我嗰時問佢講，哇，你睇按競爭要做了按多嘅茶具，我想講，為什麼會突然用半年突然有會做茶具的一個機會有這個機緣了。在2013年的時候，那時候我人生是最低潮的時候。那時候因為我兒子女兒5歲，那我兒子才2歲。那因為一些原因，我陷入人生最谷底。那時候真的是每天以淚洗面，我走不出來。對，我走不出來。那時候我不知道我的人生我要怎麼走下去，真的不知道怎麼走。然後剛好那時候沒有，就是也沒有自己專屬的工作，比較對，沒有在外面。沒有結婚，因為我結
结婚了，我就马上怀孕生小孩，再顾家庭啊，就相夫教子了。对，就是以家庭为主了。对，然后没想到，那时候5岁，女儿5岁，我儿子3岁，我就面临了这么大的挫折，我真的走不出来。然后刚好那时候我老公想说他因为工作上的转换，他想自己出来开加工厂嘛。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搬到工厂去，对，做加工厂，但是加工厂它利润很低的，那从早忙到半夜。真的是每个月都在追着钱跑，然后又刚好遇到我公公癌症，蜡烛3头烧，然后曾经最穷的时候，身上剩下200块吧，真的不知道怎么过下去。那时候把结婚戒指当掉，换了2000多块，然后又撑了1个多礼拜。对，然后那时候我深刻的体会到，鸡蛋放到同一个篮子里面是非常大的风险的。女人即使结了婚，也一定要经济独立、思想独立，你不可以全部都依附在另外一半身上，这样风险太大了。对，所以我那时候走过低潮，我那时候也是一直想要自己走出来。我刚好是遇到我好朋友，他在帮他弟媳制作母乳皂，我在 FB 看到的，对，我觉得好特别哦，对，然后因为刚好那时候2014年是地沟油事件，还有食安问题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就是自己用的产品，就是非常的比较重视嘛。所以那时候我想说，自己做的也比较安心，所以那时候我就买了很多的书，上了很多手工皂的社团去专心研究，没想到你发现你做了肥皂，你觉得很疗愈，就你很多的不愉快，你就会忘记，所以就这样慢慢的走出来。不过也还有自家的事业又做得赚钱，就会像你讲的，你就经济独立自主。对，所以但老公还是可以打拼，做得大表，不过你就某种的路线。然后迄讲真正迄讲佢做到成功前后，迄讲佢冇成功，还有你啊做得。对，所以就是至少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上面。对，哇，真的。迄讲佢生年前迄个辛苦，可能做得讲好几集哈。不过，那基本先了解一下佢嘅做茶具嘅机缘几年係按样來嘅。不過講到呀哈，其實大家還有特別看了一下，看一下佢做嘅茶具真嘅很不一樣，跟一般我們介紹可能會說你用乜嘅精油啊，乜嘅飯，講你那邊你特別用台灣嘅農產品來做一樣嘅茶具。是的，那像梨花的部分，像梨花，因为我是传统的客家家庭嘛，我是爸爸妈妈都是客家人，我是住在苗栗卓兰深山里面。那我阿公97岁了，我阿公种水梨种了1甲子了。那我们家的每一棵梨花树都比我还要大。对，哇，对，然后那时候我就从小知道当农夫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像我暑假的时候呢，就是帮忙采水梨。水梨，我叔叔在山上捡水梨，我把水梨接下来。其实你是水梨公主了，你要水梨公主，是水梨长大的。然后我们采了水梨，然后下午的时候就进行包装。那其实农夫是没有假日的，5、6点就起床，每天晒着晒太阳。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农夫真的非常辛苦。那你自己身为农家子弟，你也希望把你自己的产品带入一些农产品进去使用。对，那像我这一款梨花皂，就是我们家是种高阶梨的嘛，它粗梨就是老树长出来的那个粗梨，它口感处理耶。爱滴处理，对，它口感不好。可是我蛮喜欢处理的，这看眼咪。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因为高阶梨是还油啊，梨还油。对。那粗梨是。因为它会分散掉高阶梨的养分，所以我们即使结了果，我们也会摘掉，所以那个花是没有用的。不是你就拿来做茶杯。然后我们全家总动员阿公啊，还有阿姨叔的啊、阿宋的啊、阿爹叔的啊，就会帮我采梨花。他们就采很多的梨花给我。他们都会帮全家总动员，然后就帮我采梨花。难怪你可以走出来，因为唐丽尔就一个很棒的事情。是啊，像我的芦荟皂也是姑丈帮我种的。哪一个皂？你是说芦荟皂？芦荟皂，芦荟。芦荟皂也是姑丈帮我种的。
芦荟皂是我所有皂款里面是最高纲的哦，因为因为芦荟，我每次姑丈就采一大箱的给我嘛，然后你芦荟呢，你在制作前你要先泡水哦，因为芦荟它有大黄素。你有听过吗？大黄素它就是对皮肤会有一点刺激，哦，对，所以我们要泡水个2、3天，然后让它换水，水变干净了才可以取果肉。哦，我光取果肉就要搞1整天，因为要削皮啊、打汁、榨汁，所以很麻烦。公司才会俺滴芦荟皂，因为俺冇试过芦荟皂，大家一般没讲。他喜欢的咕溜咕溜的，咕溜咕溜的。俺这点俺细细个时间，妈妈会讲你会吃芦荟，好像做啲功夫，俺妈唔知。对，做功夫加一个功夫加一些些个臭臭个猪肉，就就是那个米线有一些乖乖，俺迄种米线有一些乖乖。古时候睇下迄个青南去上伊下个芦荟皂佢洗起来免用嘅，不过家下个调工人又讲洗起来咕噜咕噜，有个感觉。所以等下做你嚟研究一下。好，还有嘛个当精彩个故事啊，嘛个炒股来少根本大家先聊下，你等下当中来讲。东方宇宙的绕墙道每景来到节目地都同大家来小解一下基本上7家亲手做嘅手工嘅茶具嘅吼当然我知道最脏嘅事情係因為按用嘅投入也本意做得在這10年裡面有一個完全冇用嘅創業的路程，然後也對你嘅幫助很大哈。不過難為一件事情就係我們就有，我就是有當到好嘅茶具做啲內容。咁上堂節目你講到一個故事，就係講你說全家動員，全部卡感應啊，窮下去大概梨花嘅時間，哇，好有畫面，而且會覺得有一種愛的感覺在裡面，有愛的感覺。我們採完，對啊，然後小孩子你要幫忙，因為我只要留花嘛，那葉子他們小孩就幫忙採，老公也幫忙把葉子摘掉，然後再帶回來台中做肥皂。好棒，動產。阿公90幾歲了，他也會幫我去山上採，然後我叔叔啊、嬸嬸啊、宋梅啊，他們都很疼我，因為我從小在鄉下長大，他們對我非常非常疼。哇，今天透過這感謝他們。對，所以김亞公也是透過天師同表談你嘅感情。對啊，阿公，謝謝阿公，就是讓誰還去採花？你看，想要都情感同種嗎？我很愛他，所以你先跟阿公比一個愛心好了。哦，你這樣子，哎呦，你本來要知道點感動，我都不知道要用蓋上。阿公，你會看天師哦，根本有看到嗎？好了，下一次我們大家一起去採好了。安永，你跟阿公可以跟阿公做朋友有嗎？阿公很好客，真的嗎？那可以吃水梨嗎？可以。好壞！我們在深山裡真的非常非常深山哦，非常深山。去到幾片唔係天樹，係去到阿公的水里。可是我們太港駐地台灣其實我覺得務農很辛苦，非常辛苦，非常辛苦。他們沒有在休息的，就下雨天才會休息。真的，因為看天吃飯就會2點。對啊，然後5、6點做風雨來做事耶，然後可能做到11點才回來，因為太熱了。然後休息到1點多、2點多，就去散通做事。做到5、6點、6、7點，種來煮飯，都辛苦，真嘅。然後他幫你，天數你執飯也是因為愛啦。係啊，叫啲愛當愛做茶具啊。好棒哦！哎，好。下禮拜去請阿公打嘴鼓。OK， 講到鴉片吼，其實現場有請到無窮嘅茶具，大家就提，其實你對無窮嘅茶具有無窮嘅設計，無窮嘅功效，你要不要特別講1、2樣？
比如讲，好啊，像那个山茶花，那个山茶花呢，我是跑去南投民间，山茶花就会要什么？东青乡哦，山茶花东青乡。那这个山茶花呢，我是特地跑到南投民间一个农场里面，他们是姐妹经营的农场，他们种了600多棵的山茶花，然后他们是有机栽种，所以我们每次初春的时候，春天去的时候呢，就非常非常多的蜜蜂去采花蜜。然后很多蜜蜂哦，然后他们种了茶树啦、依兰，然后香茅，他们有提炼纯露精油，对，然后我们去采回来之后，把它烘干、晒干，然后萃取那个山茶花，然后山茶花油，然后再制作成肥皂这样子。哦，对，而且你刚刚还没有讲到依兰。依兰，对，依兰是花中之王，它非常非常的香，它很特别哦，它一颗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是在2年前，因为我每次我们做手工皂，我们常常都会用到依兰花嘛，依兰精油，但是你从来没有看过依兰长得什么样子。那在2年前我去挖岩兰草根的时候，去一个小农家挖岩兰草根的时候，然后他就有种了一棵依兰树，我就把它摘下来。它很特别，它在树上是黄色的，你摘下来3-4个小时，它就变黑了但是它的香味还是非常非常浓郁。对，像很多的精油啦，或是很多的香水，它就是用依兰去调制的。我说糖每讲讲大家是袂知吼，其实茶具当然冇强甲下改比如去袂讲芦荟袂。动物吼，佢咪加埋个油吼，佢故说佢咪非常个滋润个效果，冇强个植物个香味，佢咪运用冇强个油搭配起来，又咪又像安样个香味，安样个香味吼，所以係讲你洗冇强个茶具个世界，当然个性情咪冇强哦，係比如講基本嘅性情會洗個特別香嘅基本嘅性情會洗個特別可以選妃，洗澡可以選妃，很多皂有沒有？你可以今天喜歡哪一顆，今天喜歡哪一顆，對。像我冬天呢，我就最客人買最多的就是依蘭楊冬季限定，冬季為什麼容易搞？因為佢特別滋润，因为我加了40%的羊油去制作的。難怪羊油，对它洗完就是皮肤好像多了。像擦乳液一样，非常非常的滋润，所以这一款我们冬季就是非常畅销，就是很多客人非常的爱，对，就很皮肤比较脆弱的或是皮肤比较容易干痒的，对，都洗这一款皂。啊，哎，大家是滴了，航班还没滴的，系讲航班很多浪铁有在卖，手工茶具改世界是做在选择，讲日兰做在选择，日兰发，安样改茶具。不过讲到两片改世界，大家又是会想讲，哇，改茶具其实佢很容易来照顾佢，比如讲佢系咪种在晒日头？对，不能晒肥皂，不能晒太阳啦，不能。那很多人他会习惯去养老皂。为什么会养老皂？大家我讲一下哈，养老皂意思，养老翻译养老，客家话用老，大家。不要误会，想说养老皂是哪个意思？对，用老改是即係洗嘅茶具，唔係，用老皂係只名意思嚟講，茶具不用凍久。對，對。然後其實養老皂是我們皂圈一個我們自己的一個說法啦。那因為我們肥皂做好，我們都會進行晾皂。对，我们进行晾皂30到45天，让水分蒸发，然后皂体才会更结实、更耐用。那养老皂有些客人，我们送给客人就可以马上使用啦。那客人有些人会放更久，超过半年、1年、2年、3年，他才会拿出来使用。他们会觉得说，这个洗感更温润、更好洗。为什么呢？因为你放越久，它水分蒸发越多。就会蒸发，可是它是包装在地对，多少都还会蒸发掉的，对，然后它会蒸发，然后皂体比较更耐用、更扎实。然后第二个是因为我们手工皂它是植物油跟精油去制作而成的，那它的香味的部分也会更柔和。对，所以它其实做肥皂它是一个化学变化的，对它。在不同时期，你可能香味它就会渐渐的不一样的香味这样子。我像我哋第四非常嘅重要，我睇到你講下因為我當下買手工嘅茶具，我特別買是我買
唔会冻到啦，比如你买2扎、3扎、4扎，比如你买了4扎，可是了4扎有4天没有1久的时间呢，因为热好解炒久，我爱解经验系安样洗不完。就是去洗到冻破，还得做得洗，就是我想讲为什么一个洗嘅炒骨，我做得用研究，後來係囡仔來講，其實佢係真是凍好嘅炒骨，所以你做成洗研究，我哋係提一點吼。大家是想講，今日係講你一隻炒骨做得洗，一隻半夜來2張夜，今日買4張就洗，你做得洗6張夜咧，半夜咧，所以我為什麼要凍到炒骨不用到1久？我拿來看是已經2年咧，我辛苦都想哈。怎么办？没有啦，肥皂怎么办？肥皂其实因为我们碍于法规，我们都会写个保存期限。那其实手工皂呢，它是没有保存期限的，你只要不要曝晒在阳光底下，你打开没有油耗味、没有黄斑，都是可以继续使用的。哦，所以说老大家讲呀，唔是讲按斤重，唔是按小理。当然，你要买到係真是平均冻好嘅手工嘅炒骨，其實不用凍久，是係像基督講嘅熔爐炒骨。熔爐炒骨食起來好溫潤哦，比較溫潤。香味嘛，有冇強嘅香味哈？我就其實以後，我係好安心嘅，因為我幫佢凍到熔爐做，熔爐嘅炒骨，所以用嘅炒骨。係，所以行擺嚟送朋友也不會講壓力凍睇，我就你老朋友講，我講哦。你冇看佢當場咪講起哦，其實佢也很好嘅，很做得用哦。擦骨膜，哇，保存期限的，真勁。所以古時候講到牙，大家就會知道哦，這是青春嘅底色，知識就是這樣子。所以講到兩片說，大家是啲，我根本其實就現場有茶花，還有比如講依蘭，然後改行還有皮豆一隻非常用嘅茶故事係這個，招財岩蘭。岩蘭那個也是，我去小農那邊挖岩蘭草根，岩蘭草它是要非常栽種3年才可以挖哦，然後挖了之後回來曬乾，然後浸泡油製作成有加岩蘭草，而且為什麼顏色怎麼顏色走在上面是加岩蘭草根粉，下面是艾草粉。艾草是你特別是改捏拌嘛，就是捏拌的粉，中捏拌的粉，所以拌的粉。你為什麼你做嘛不想買特別加艾草粉？因為想說喜平安，因為我這一款皂是在每年年底的時候推出的，它比較特別的是，這個招財岩蘭是我存放在我銀行金庫的。因為我不是講我結婚嫁給我老公嘛，那我結婚的金飾就是我爸爸媽媽送的那種金飾，我就放在保險箱，因為我們房子先前都是租的，然後因為怕放在家裡不安心，所以我租了一個小小的保險箱，然後我裡面就是放了，想說很空啊，沒有金飾啊，我就放了很多水進去，然後我就把那些水製作成，把那個水拿出來，然後製作招財岩蘭皂。哦，好的。岩蘭都特別嘅故事哦，因為岩蘭草根它是招財，因為它是扎根。好，就是朋友談到你可以談到招財，然後大家為乜你炒骨眼睛發亮啊！對，評論要招財，還要物解提示，要物解講咧，大家先聊下，你等下陣來講。上段節目談到每陣帶來當精彩嘅故事吼，還講到貴婦客人強阿姨雜法吼，阿公嘅田書，還有一都有意思嘅，你啊就係我第一擺談到嘅故事是係，因為住在保險箱，因為保險嘅上地圖冇嘛嘅錢嘅時間不用水，個水拿出來嘅時間加點艾草啊，做拼二，然後再你說這個，然後就做啲招財，對不對？對呀，加岩蘭草根，因為去用那個岩蘭草去製作成肥皂，去浸泡。那這麼特別來講呢，個故事意思是嚟講，其實對每件來講，大家炒骨都是給他心頭肉，吼，心頭感用，因為它都賦予了幾種。有幾個意義度地度，所以不是這麼簡單是講啊，你要動向來做得炒骨本大家都隨性，所以而且我哋是係你的心意，係你嘅心意。不過思想你行啊，有啲少個人會在炒骨，我嘛覺得非常嘅有意思，因為特別帶來了一種圖哦，兩種圖未記嘅圖，哇，你看
呛油油啊，非常该讲。不过其实这里面有冻豆，但地图有冻豆，冇用该吃不，怎么？有芙蓉啊、艾草啊、香茅、马草，那个是我们自己种的，主要是要制作这一款就是50水艾草皂。冻等一下给50水，我就是中午就是。端午节的正午时去接的该用洗改水，你是真的紧定该用洗奶水，真的，我都有。那你那一天要接很多水，应该不可以我都是接好几20-30桶、20几桶的去50水。我老公都带我特去太平深山里去接山泉水，然后再回来之后呢，在太阳底下要晒1个小时，吸收正能量。然后呢，你才去加那个平安草，那些芙蓉、艾草、香茅、马草，去熬煮成浓郁的平安草汁，然后才制作成肥皂。那我比较不同的是，我在熬煮的过程中，我有加入50盐。哦，你知道什么是50盐吗？中南盐场他们在端午节正午时的时候，他们会采收粗盐50盐。也是刻意的，也会跳走。对。然后，所以我在熬煮的时候会加入50盐下去，因为50盐就是除秽啊、净化磁场嘛。对，像以前我们小孩子下到，你不是会加粗盐，还有7粒米吗？还有那个敷下去给小孩子洗澡嘛。那我们的用意就是这样子。对，我在除了加平安草汁，也加粗盐，还有7粒米，然后我也有加大甲妈祖跟白沙屯妈祖压轿金，这都是师兄师姐他们给我的。对，然后给大家心灵上的平安。爱弟，其实我特别老大家来讲我觉得这是心意，因为今天我们基本上你有特别来讲的是讲，第一是一种文化，因为这是你方言改一种文化嘛，然后比如你讲5年节噶50水啊，这种东西不是改水意思讲，这是你改民俗然后你改文化然后，古时候你只是爱用走改世界，其实咪系带来一种性感度改平安。你唔系讲了在插古你只是为用音，不过我们赋予它一个意义，我们你不给予它意义，所以你走出来是不是特别某种很细腻耶？对，因为其实我觉得每一款皂，你要自己真的非常非常用心去制作，因为客人是会深刻的感受到你有没有用心去制作的。对，像我制作这一款皂，这是我卖最好的皂，50水艾草皂，就是每年都是我每一年都是制作上万颗的，短短的1个月，端午节之间，我要一个人制作上万颗的皂。难怪现在可以不用靠老公，你要总得靠。没有，我老公也很支持我，也很帮我。基督展一善当宰该水嘞。对，其实刚刚是很想夸奖性上，东西懂去费松长嘛，用你拍谁。是，然后其实就是有没有用心，客人都可能感受得到啦。那这一款皂就是很多客人洗得非常有感，敏感体质的。洗得很有感 ，OK。我们不能讲任何疗效，但是每年我做了10年，我很多的皂款，我很多的客人都是跟我买10年以上的皂，对他们都是一直买，然后介绍客人，所以我想俺3号都常会让木镜都卖差估，因为那个又好冇好，我觉得基本应该访问木镜老实讲，其实我访问非常多人，访问东英，我基本来访问木镜，我心里觉得新冠读觉得很开心，东风因为看到心意。对，我觉得你要非常用心去制作你的皂，别人卖得好，你不见得要去卖，但是你要做出自己的品牌，是特色，是最重要的。对，而且你不可以去欺骗客人，你一定要去真材实料，去用心去制作。你想想看，你这个插过地图又97岁。控制改，还有嘛改后宫，这都是心意，都是心意。而且其实我每一款皂都是有故事的，像薰衣草也是。我去年年底，我开始学着自己种香草。我在花园，这薰衣草也是自己种的，像冰花也是自己种的。其实很多的，慢慢的，我就是除了跟小农配合以外，那我也希望说，其实种那些香草是非常疗愈的。你看那些香草，长大，然后你采收，然后把它晒干，然后再浸泡油，然后慢慢的制作成肥皂，这都是一段的过程，都是需要时间的酝酿。
样，这些都是大自然给我们的礼物。但是你做成肥皂之后，你会觉得啊很有成就感。对，然后你就觉得。从一个原料做成一个肥皂，其实你真的需要每一个环节都是要非常的用心的。其实我们在讲多每件嘅幸福可能荣幸，然后佢嘅心意两件事情，而且我很好从来嘅係，佢其實都要催發呢，因為佢哋大家包裝當條嘅凸哦，都係你自己畫嘅錯冇，是啊，你包裝係你自己設計嘅，對。貼又催發嘞啦，沒有，因為我以前是學設計的，因為以前呢，我是把圖案做成印章，一顆一顆蓋在肥皂上面。哦。然後我會覺得說，你洗了1、2次，圖案就掉啦。對，走，哎。完全正确，完全摸不错，因为你好，比如讲，你这上面有个图案，对啊，你就洗了1、2次，好好看，都好看，可是你洗它就摸嘞。对啊，然后我要花很多，因为我只有一个人，你要花很多时间去盖章，而且我50岁。很大量的时候，我一个人盖章，我真的没有时间去，都熬夜。以前都是熬夜去盖章，真的没有时间。然后在前年的时候，我就想说，我要一定改变一下，要省我的工啦。没有真的，我要省我的工。然后就想说，市售很多的包装就是纸盒或是真空袋。那纸盒我不会想，因为有人用过了，我就不会想要考虑用到纸盒。真空袋就想说，现在是提倡环保。塑料就是我就也不会考虑，然后我就找到这种白棉袋，它里面是有内隐膜的，它可以阻绝那个空气湿气。那我就想说，那我把图案画成一张图，因为我很喜欢画国画，以前在读书的时候就很喜欢画国画，然后我就很喜欢中国风就对了，然后把它制作成贴纸贴上去，然后我就想说，那做成贴纸贴上去，我好像少了什么东西，我就想说上面打个洞试看看，我绑了那个麻绳试看看，就是带点自然风，而且单颗送礼送给客人也很漂亮，又很特色，很有特色，所以就这样子。然后或是说有些客人他想要一次买很多，然后我就是有那种礼盒。就是那个礼盒，对，编织盒，因为我不想用纸盒，就是觉得说像月饼盒一样，有些人吃完月饼就丢了，我觉得那是一种浪费，没有环保，嘿。然后这个编织盒是它打开来，它是可以装东西的，装小东西啊，或是装你喜欢的东西，我觉得再次环保，再次利用，而且很大气这样子。是，所以你看都去催发吼，所以做茶具又做得一家，把通过汉搞出来嘿，其实佢俩你现在有客制化怎么？可能他会嘛，係直接貼起落去做，比如講記得應該故事有在做嘛，金榜題名嘅對，這個客製化的禮盒呢是，現在5月跟大學聯考是1月嘛，那國中會考是5月的時候嘛，那我就是這個就是包子跟粽子做成一份禮盒。包子包粽嘛，那就是比较特别，对，包粽金榜题名包粽这样子。那这个也很，我比较特别的是，这个也是冷制造，然后我也是把那个矿泉水带去文昌庙那边，对，然后去拜过那个智慧水，然后回来再制作成肥皂。那在出货前呢，因为我有赠送玉手跟文昌笔嘛，我会去过香炉，然后再出货给客人。对，那其实我觉得每一个环节你都要非常用心去制作。所以你作为真的唔係一家粗心挺挺的，你是紧定可以秒读，就是其实是真的，就是你是真的等于是你等于是老几都是都秒读是 Q 文创军那样的感觉。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包粽礼盒呢，有可能是爸爸妈妈送给小孩的啦，老师送给小孩的啦，家长送给小孩的啦，其实就是一份小小的心意，就是孩子收到他其实会很开心的，至少爸爸妈妈知道。他们惦记着我一份小小的礼盒，他们一份小的礼盒给他们很大很大的鼓励。像我有个客人他已经60几岁，他考会计师执照考了13年，然后
他去年终于考上了。哦，因为你手机俩差顾系么？其实是他自己的努力。其实我很多客人，像有些考上北一女、新竹女中的，其实我觉得就是他们自己的努力以外，那其实我一个小小的礼盒，也给他们小小的力量。对对对。好，我记得，我话今日卖差顾动，俺咪去卖个重的，然后包子改差顾。今日当刚才你来到两片，然后大家咧分享你创业嘅故事，而且我哋都談到嘅很好，都係你嘅故事。其實非常嘅感動，很激勵人心。所以下擺有機會就覺得小解你嘅故事，讓你嘅產品。安之星，哇！希望你嘅鄉親朋友看今日嘅節目，讓起到心靈動漫獎。唔過講到咧，繞場大家強下啲做人堂了。繞場大家來到福喜來呢嘅民宿琴集，還有聽日客家電視 YouTube 頻道，還有落兩個影片琴集分享出去俾大家哦。